顶礼拜伫咧高雄燕巢有工人互导航的软体带路带去到无尾巷，要捌区的时阵，搁厝落去山径，好险啊去冰车。伫咧山区有真侪细条路啊，若是拄着这导航软体会带路带唔着路的问题，专家就建议讲，若是要去山区，应该爱先装定位的软体。若真正找无路，用坐标来讨救兵，上紧嘛上正确。厝内山坪的小货车用锁固定，下骹都是断崖，真危险。这条真细条的山路是伫高雄燕巢金山基林巷，路细条甲敢若会当一台车通过。导航的不啊那样。顶礼拜六，屏东有6个工人伫附近施工结束了后，用导航要登去屏东，煞互带去无尾路。捌去的时阵无设置厝内山坎，好甲再无人受伤。因为山路哦，它不明显，用导航会导错路哈，会跑也走不出来啊。可能可以加个line，然后发送定位系统定位的讯息，或者是说请他看路灯或电线杆，然后我们再去研判那个位置大概在哪里。工人讲相信导航才会迷路。警方统计去年原来有3件通报求救的案件，中火现场发现当地有真侪山路，警方研判都是因为安尼导航定位才会无准，带伊去其他的路线。也有熟悉当地的司机证实，用地址导航根本都找无，爱用坐标才找有路。万一走失或者是在城市走失，你只要跟报案单位告知他你的坐标。这样子就会增加搜救的速度。警方表示，导航迷航的时阵唔通紧张，爱讲附近路顶也是电火条顶悬标示的偏码，安尼就会当掌握地点也是区域。互我探险专家是建议民众要去山区也是无熟悉的所在，会当先下载 GPS 全球定位系统，真正若有代志，会当提供定位坐标上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